做自己開心嘅嘢，其實可能係呢個世界上最差嘅 advice。其實快樂係短暫嘅，食垃圾食物，成日玩手機，甚至係吸毒，成日去蒲，成日飲到醉，呢啲都可以令到你一時之間覺得開心，但係之後呢，淨係覺得空虛寂寞。滿足感就唔同啦，當你做一啲有意義、有目標嘅事，就算當下覺得辛苦，都會帶俾你真正嘅成就感。但係每個人嘅意義都唔同，對我嚟講，可能係去健身、去鍛鍊身體，仲有拍片，希望可能有朝一日可以啟發到你哋。對你嚟講，可能同我完全唔同。跳舞、音樂或者可能係攝影，其實乜都得，但係重點係你要揾到屬於你自己嘅方向，然後跟住行落去，而唔係喺度浪費時間做埋啲只會帶俾你短暫開心嘅嘢。講真，行自己條路真係其實唔容易，你未必會時時刻刻都會覺得開心，但係佢會帶俾你自豪感、成長同埋成就感。所以唔好再追住啲短暫嘅快樂，而建立屬於你自己嘅滿足感。快樂係會消失嘅，但係滿足感佢會留低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follow 或者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。